得好唔好聽呢？請你花少少時間關注我哋賬號。唔講咁多，即刻開始今期嘅吉吉半月談。近日元朗有單奇聞，元朗有4名小六學生竟然誤將入浴劑當咗係糖果咁食落肚。嗰款入浴劑包裝顏色鮮艷，仲有卡通圖案，真係好似包糖咁。老師發現之後，即刻將小朋友送院治理，好彩最後冇咩大礙。事件引起社會對產品包裝安全嘅關注，學校都提醒家長購買前要多加留意包裝上嘅標籤呀。網民睇完新聞都笑爆，我係大人見到都以為係糖。呢個牌子做開牛奶糖，我相信好少人知佢有做入浴劑啦。仲有人話仲要提示咁細隻字，有幾多人會細心睇完先食？呢件事荒誕得嚟，亦提醒大家消費品安全真係要睇清楚啲。講完荒誕，嚟睇個溫馨嘅好消息，沙田中心天橋人工鳥巢今年成功孵出6隻小燕子，吸引好多市民嚟圍觀打卡。去年拆燕子巢事件令大家嬲爆，管理公司被鬧爆後，漁農署介入喺原位裝翻個人工鳥巢，有市民專程去睇燕子，仲拍片放上社交平台，成為沙田打卡新景點。網民紛紛留言好溫馨，燕子築巢係好兆頭。仲有人諗起白居易嘅燕詩喎，真係青蟲不易捕，黃口無飽期啊！不過依家6隻 BB 燕子都已經大個仔離咗巢，希望佢哋明年都會繼續返嚟。除咗燕子之外，最近網絡上仲流傳緊一條新界牛隻喺馬路上打交嘅影片，兩隻牛喺馬路中央頂角，場面好似鬥牛咁呀。都有賣入口區公路啊，同埋可以呢個同組嘅天網民笑爆，唔使去西班牙呢，香港都有鬥牛睇。仲有人笑話佢哋都幾醒喎，識得上返行人路再戰。呢條片雖然搞笑，但都提醒大家新界真係隨時隨地都有可能見到牛噶，喺路上都係要多加小心。不過香港天氣就唔係咁溫馨啦。5月20號晚，新界北部出現特大暴雨，多處水浸，上水、粉嶺等地都變咗水鄉澤國，居民要涉水返屋企。暴雨下有小巴、的士死火被困，又有巴士一開門，外面變咗條河，仲有人喺沙頭角影到有魚被沖上路面，網民無奈自嘲，真係上水居民居水上，上水水上樂園。好在渠務署喺20日晚9點9就已經啟動咗緊急應對中心，仲漏夜出動多台強力排水機械人龍吸水處理水浸，並喺第日清晨5點完成全部水浸清除工作，真係辛苦佢哋啦。有議員就提議，隨住北都發展，政府必須加快完善鄉郊基礎設施規劃。新界北由尋晚到今朝都落緊大雨，暴露咗北區嘅排水系統嘅短板。我建議特區政府喺構建我哋幸福北都嘅時間，同時可以推動實踐海綿城市一個理念，做好防洪嘅安全，同時做好行人路嘅網絡，做到無縫連接，令北部都會區以至全港都可以更好應付咁極端天氣，更安全、更加宜居。講到水，5月25日晚上8點左右，荃灣楊屋道近華農街有地底鹹水管爆裂，交通受阻。事件中有大量鹹水夾雜沙泥湧上地面，淹浸附近馬路及行人路，部分行車路更被沖毀，地上一片泥濘。一個加油站亦受波及，要暫停營業。楊屋道介乎聯仁街及德士古道一段東行線需暫時封閉。之後多區亦出現水管爆裂事件，包括屯門杯道路橋底、屯門湖景路、葵盛西，唔少居民生活同埋出行都受到影響。政府相關部門都及時去搶修，向受影響居民同埋商戶提供緊急支援，包括派出水車同埋食水箱。立法會議員、當區區議員表示會跟進，要求加強監察同埋加快老舊喉管更換。講到基建，政府5月22日刊憲，預計7月中起所有建築地盤全面禁煙，違例罰款3000蚊，承建商最高罰40萬。呢個新規例係為咗保障工地安全同工人健康，但係有人擔心執法會有難度，一捉就走，邊度捉得到？冇指定吸煙區，就更加會匿喺啲奇奇怪怪嘅角落食。一有人嚟捉，個煙頭就更加唔知飛咗去邊，更加危險。亦有網民反應好直接，捉咗冇咗份工，咪自己衰咯。都有人支持。地盤有太多化學物品，的確唔能夠吸煙。呢個政策執行可能有難度，但都算係邁出咗第一步。再睇宏觀少少，
香港第一季經濟數據出爐啦 ，GDP 按年增長5.9%，係近5年嚟最強嘅季度增長。出口大幅增長23.7%，零售回暖，失業率維持3.7%。受惠於全球需求回升 ，AI 相關產品出口值大幅飆升。旅遊業方面亦繼續有穩健增長，來自長途市場嘅旅客更係升咗有2成。不過中東地區局勢前景仍然不明朗，有可能會影響到本港經濟，政府亦會繼續密切監測。中國空間站，我來啦！我哋香港第一位太空人誕生啊！神舟23號5月24日成功發射升空，香港女警黎嘉瑩作為載荷專家參與任務，將喺中國空間站展開半年嘅任務，主要負責喺太空站進行連串科學實驗。自從神舟23號任務標誌公布，暗藏紫荊花元素，大家就紛紛猜測會有香港航天員參與。黎嘉瑩原來係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嘅校友，係完全冇諗過佢可以代表香港衝出地球上太空咯。呢樣我係開心得好緊要咯。佢記得黎嘉瑩呢一個學生妹，熱心參與學生會活動，細心又勤奮，最終 A Level 考獲3A，修讀港大電腦科學。平情而論咧，就唔係算係最突出嗰幾個嚟嘅嚇。咁但係去到中6、中7咧，我就發覺得到咧，佢個毅力係好夠啊！即係不斷係自己學習，然後再溫習。後來加入警隊，喺技術服務部專責情報工作，其後成為香港警隊嘅警司，有博士學歷。入選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後，經過刻苦嘅訓練，終於有機會代表香港人上太空。佢亦都係中國載人航天史上第4位女航天員。睇到新聞，網民都好振奮呀，都祝佢可以順利完成任務。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嘅同學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，對於何傳耀出產香港首個太空人感到榮幸。鄭同學亦表示，黎嘉瑩嘅經歷啟發佢要努力追夢。真係太激動啦！見到黎嘉瑩博士成為我哋第一位進入太空嘅香港航天員，我同所有嘅香港年輕人亦都一樣，覺得又驕傲又振奮。你講過航天英雄楊利偉啟發咗你嘅航天夢，你就激勵我哋香港年青人要努力不斷追逐我哋嘅夢想。你嘅努力同埋堅持，證明咗香港嘅年輕一代同樣可以有宏大嘅夢想，亦都話俾我哋聽，可以喺唔同嘅範疇努力，為國爭光。佢證明咗我哋香港青年一樣可以企上國家航天呢個頂尖舞台。多謝你證明咗，只要有夢想同埋堅持，就可以發光發熱，仲可以威到外太空添。多謝你為香港創造咗歷史，亦多謝你成為年輕一代嘅榜樣。5月24日佛誕當日，新界各區舉辦咗唔同嘅活動。西貢天后寶誕廟會、荃灣西方寺舉辦佛誕節吉祥大會，與善信同沐佛恩共享佛誕福澤。最後當然仲有長洲1年1度嘅盛事太平清醮啦！第4次參加長洲搶包山決賽嘅公子山勇奪女子組冠軍，成功衛冕包山後，當晚亦係港產航天員 Madam 黎首度執飛。公子山接受媒體訪問嗰時表示，佢升空我就上包山啦，我希望佢平平安安上去啦，更加要平平安安落翻嚟咁樣咯，係啦，好好享受呢個旅程咁樣啦，係啦。吉吉半月談告一段落，吉吉將會為大家製作其他節目，關注我哋賬號，吉吉帶你發掘更多精彩內容。